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元朗李家國佑新街分行 Aaron 啊。今日帶大家睇一個柏雍豪927尺4房一套再加工人套嘅一個大單位。好，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去片。好，咁景觀方面呢，我哋向正南超開揚嘅山景啊、錦田景啊，嗰邊呢就係錦上路站啦。好，一入大門就見到一個超巨型客廳，客飯廳非常之分明啊。係啦，然後左手邊有個緊廚房。好，咁我哋開門入去，明火啦。係啦，非常之多收納空間啊。然之後有個工作平台，之後工人房啊或者儲物室，咁都連埋一個套廁嘅廁所嘅。好，嗱，我哋由廳一轉入去，咁就係4間房啊，分別客廁啦，然之後第一間睡房啦，第二間睡房啦，第三間房。好，咁入到嚟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右邊，哇，一個 L 型個窗，對流窗，嗱，擺張 king size 嘅床都綽綽有餘啊，仲可以做3邊落床添。然之後呢度有個衣帽間位、衣櫃位啊，非常之深嘅。然後就係主人廁所啦，主人套廁，咁有淋浴缸啦，同埋企缸浴缸都有嘅。